係我哋兩小米同大家報新聞。今朝咧，林鄭就話啦，因為學聯嘅立場強硬啦，暫時咧對話嘅空間係唔存在啊。又話咧，警方會按法庭嘅指令啦，去做好準備啊，協助執達吏咧去執行金鐘同埋旺角嘅禁制令，有需要嘅時候咧，仲會進行拘捕啊。咁係咪即係話林鄭預料緊之後會清場呢？咁尋日咧喺網絡上面瘋傳咗一個訊息啦，就話身在曹營心在漢嘅黃絲帶警察咧就寫一篇文，就話咧警方會喺呢2個禮拜之內清場啊。呢位黃絲警察咧話自己係駐守喺中區嘅 IP， 佢透露清場嘅方式將會係強硬同埋打游擊戰，仲話之前衝擊龍和道嘅網民同埋蒙面人入面咧有警方嘅間諜㗎，當時係想測試下警察回防要幾耐同埋市民嘅反應。咁有網民咧就話啦，應該雨傘運動咧係和平得太耐啊，係時候咧要加強戒備啊。有人咧就質疑呢個係假消息啦，因為主要嘅訊息都講唔到啊，就話咧龍和道有鬼啦，同埋係應該要有大台嘅，所以覺得消息都可以唔使理咯。時間會證明一切嘅，到底呢一個消息係真定係假？2個星期內咧，我哋就會知㗎啦。沉寂一時嘅劉夢熊啦、尖啤啦，就話手上面咧有終極嘅炸彈啊，一放咧就可以完美摧毀689啊！體驗到恐懼嘅可怕嚟啊！但係尖啤人就話咧，大炸彈要等到出年3月官司完咧先至可以放出嚟。點解呢？佢就話我唔想俾人有勝之不武嘅感覺。咁亦都有人問啦，大炸彈究竟係乜嘢啊？佢就話我要學下梁振英講，因為梁振英咧就話外國勢力介入咧有好多證據啊，不過而家唔講住，喺適當嘅時候先講啊。嚇，咁好緊張噶喎！唔通尖啤人揸住嗰個係元氣彈，要儲氣儲到3月？啱嘅嘢你應該馬上做，即刻做啊！全香港咧都等緊啊！不過其實真心啦 ，UGL 單嘢咧都 KO 唔到689。如果夢熊大師啲貨咧仲係同一類嘅，你估對佢仲有冇用呢？689咧仲有前特首董建華撐腰啊！佢帶頭嘅組織咧新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咧，尋日咧正式成立啊！喺記者會上面，基金會咧用綠底一個好字作為標誌，下款寫住攜手做好香港 We Are One。咁經網民嘅2次創作之後咧，原本綠底加個好字啦，就變咗加個瓜字啊！標題咧亦都改咗做我們做瓜香港 We Are Done。亦都有網民就話 ：sorry， 太白痴啦，我不能接受啊！我要出手啦，做 melon 嘢。嗱，我唔係講緊粗口啊 ，melon 咧係英文嚟㗎。網民咧仲將呢個標誌改做冬瓜同埋西瓜，寓意咧喺香港喺董班子手上會瓜。咁有西瓜同冬瓜俾你揀啦，有得揀你真係唔揀？其實獨撚一個更開心，使撚你講。今日又係1年1度單身受難日嘅11月11號光棍節啊！中國嘅光棍節概念咧係俾人用嚟對應情人節嘅，鼓勵單身人士買禮物俾自己。由09年開始，阿里巴巴就利用呢個概念，等大家喺光棍節今日喺淘寶買嘢咧有大減價㗎。咁阿里巴巴呢個雙11網絡購物節咧，亦都創造咗1個鐘咧可以賺到20億美元嘅銷售額紀錄啊！咁1個鐘咧有3600秒啦，每秒應該賺到55.4萬美元嘅，呢個數字咧真係好驚人咯！根據國際數據資訊預測，阿里巴巴好可能喺今年嘅雙11創造86.5億美金嘅銷售額啊！咁樣咧會令到光棍節成為史上最賺錢嘅節日之一啊！咁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夜晚9點鐘咧會有贏在起跑線啊！主持咧係山翠絲啦、仲達啦，節目內容咧會分析下馬匹嘅狀態啦、賠率嘅走勢，仲會有馬主同埋練馬師嘅訪問啊！每集節目都會有個有獎投票，題目會放咗喺贏在起跑線嘅討論區，揀中答案而又被抽中咧，有機會會贏取豐富嘅獎品㗎！記住收睇啦，拜拜。